别说，姑爷这一摔，倒是摔出了气质。我发过誓，终身不娶。请你别再叫我姑爷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小婵觉得您已经无比幸运了。像您这样没钱、没势、没才学、负债累累、双亲早亡的好苗子，实属难得。这也叫幸运？没钱怎么娶的媳妇儿？姑爷，您是赘婿呀。赘婿？而且还是小姐9选1抽中的姑爷哦。还是盲盒赘婿？那我只能说，你家小姐手气不错，一次就抽中了隐藏款。手气好吗？小姐拆开的时候好像是挺兴奋的，不过拆完就扔桌上了。这位女生的状态完美诠释了，其实拆盲盒的兴趣点不在结果上，而是过程。拆开的瞬间，那才是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的最高点。